乡亲啊，你知影啥是跨性别无？跨性别就是出世的时阵指定的性别，甲自身认同的性别无共款。譬如讲，出世是男性，但是自认是女性，就是查甫心、查某心。随着台湾性别的意识抬头，最近这几年来，跨性别者的权益嘛愈来愈受到重视。只是想要行就真正的边缘，恐惊要有真长的一段路要行。因为按照着台湾现行的法规，跨性别者想要改换身份证面顶所注明的性别，都要经过2个精神科的医师的鉴定，而且要进行性别置换的手术，过程是繁杂，而且风险真高。而且跨性别者，在这摆的社会，也是爱阁承受真侪的误解甲异样的眼光，都参要上一个变数，拢有真大的困扰。性别边缘未竟之路，咱就来听跨性别者真实的告别。现在的台湾还是停留在一个人的性别，应该是他出生的时候生理长什么样，他就是这个性别。这对我们来说不是我们的选择，而是我们就感受到自己是什么性别。我们这个 fight 已经开始了，所以大家就忍耐一点点吧，总有一天我们会到的，就是我们希望的那个地方。对着音乐开始跳舞，一困啊就烂，一困啊更要跳。但是 Vogue 的话，它就是一个很多 pose 一直切换之后形成了一个舞蹈的风格。那它是起源于这些 LGBT 族群的一个文化，对，所以这个文化里面有很多跨性别或者是男女同志都会在这个文化里面跳这个舞风。透过舞蹈展现力甲美，也毋过伫舞蹈，咱看到更较侪的是Vivi为内在表现出来的自信。今年28岁的 Vivi 其实是小可有名的舞蹈老师，当时伊也是学生，当伫淡江大学读心理咨商的研究所。未来目标就是做一个咨商师。我有这方面的人格特质，然后我也觉得我想要去透过我的这个人格特质，更去帮助更多人。这个就研究生的讨论室。嗨，Vivi是个非常好的人，然后非常的放松，然后很会安抚别人，然后又会很有主见，知道说要做什么，所以就觉得就是一个很温暖，然后很有能量的一个人。这是真心话哦。快乐的学校生活看起来和一般学生啊无啥差别，不过伫真久以前 ，Vivi 就发现到家己的无同。我从小学的时候就发现我的性别气质比较阴柔，但是那时候因为没有老师教什么是跨性别或者这些性别的这些教育，所以我其实小时候就一直很迷惘，甚至小学的时候就有查过一些变性的资讯，但是我那时候就是觉得，变性是什么就去查，但看完之后就不敢多想，因为那个好可怕的感觉哦。是到升大学之后，因为心理咨商很需要自我觉察的练习跟去反思，然后再加上我看了《丹麦女孩》这个电影，然后才哇，原来我是跨性别者。透过一直自我探索 ，Vivi 伫大学时期找到家己的定位，也发现原来性别不是干那男女这么简单。世界的这些医疗的组织已经证实跨性别是真实存在的。就是不是说出生生理性别是什么就决定我们的性别，就是跨性别是真真实实存在的。出世的指定性别和家己认同的性别无同款，人讲的跨性别听起来并不复杂，外界说有缘有真侪误解。大家不了解就会产生很多错误的想法，对于跨性别者，那这个其实就会觉得你们为什么要这样？你们为什么要这样的选择？但其实这对我们来说不是我们的选择，而是
我们就感受到自己是什么性别，那可能跟我们的原生的性别不一样而已。Vivi 伫性别认同的这条路有无算孤单？大约就是在大4的时候，我跟他们说，我先跟我妈说，然后她一开始听到的时候，她就觉得，怎么这样？然后她可能后来回去她后来自己在可能睡觉的时候，可能她说她好像有哭吧，还是什么的，对，但她后来也觉得没事了，对，然后她现在是可以接受的状况，甚至她有时候会叫我小姐，她说，小姐你怎么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听到的时候，虽然她可能要念我，但我觉得很开心。我爸的话，他可能目前还不行，他之前会跟我吵这件事情，后来我们就可以很正常讲话。我觉得他可能还在消化当中。老爸性别认同，老母嘛接受，让 Vivi 更加坚定。是讲因为不理解所产生的恶意，无所不在。之前去求职一个也是助人工作，去帮助可能有药瘾的个案这样。那时候是有7个人去面试跟笔试，然后有6个正取名额，6个备取。然后另外6个人都上了，然后我没有上，然后他们备取重缺，就是等于说没有人是备取，所以我连正取跟备取也不是，但最后知道这个状况是因为我是跨性别者，就是没有录取我的原因。然后那时候其实很受伤，就会觉得说，我只是想要去帮助这些个案啊，为什么变成好像是我其实比较需要被帮助？所以，刷了个这个的规划。Vivi 过去就建立一套自我保护机制。有几次就是觉得，正职的工作就是有好多这些考验所以我后来就没有去投太多这些工作。我没有动过任何手术，所以我身份证还是一个性别栏位还是男生。但是当我要去面试的时候，我的照片会是现在这样子啊，对，或者是他们看到你本人，怎么跟身份证上的照片有落差？你在那些求职网站的时候，其实上面放的照片跟你的法定性别也是有一个落差，所以甚至有人看到那些状况的时候，甚至就不会找你来面试。每次投履历就是一个有点像是出柜的概念。比出毒，这是真侪跨性别者大讲爱面对的难题。我名字叫丽婷，我是新加坡人，我在台湾住5年了。在台湾有一次是被一个喝醉的叔叔一直在盯着我，然后就直接来说你到底是男生还是女生，就是很凶的过来，然后我有点不知道要怎么样回答。今年38岁立定是一个固定的工作者，放弃开放的工作环境，无互伊受制压力。无共的眼神，大部分拢是来自日常的生活。上厕所啦，上厕所也是一个问题。那个我觉得是很多，比如说不符合性别外表的人都会经历的。偶尔就会有人问一下说，这边是女厕，我就会觉得知道。我通常一开口讲话，听到我的声音，大家都会觉得OK 好没事，我还算可以接受。就如果真的不想遇到问题的话，就去特别找无障碍厕所或者是性别友善厕所。因为生理性别和认同性别的不同，所以连去诊所拢需要先想一下。我自己本身的性别认同是非2元嘛，然后这个会比较难理解的一个概念。我可能就会说我是女同志，或者是说我就同志这样，或者是酷儿。然后就不会去碰到非2元这个比较细节，我只是还在摸索，所以我有一点不知道怎么样去让别人了解，只有从表演上或日常生活这样去表达出来。Hello， 嗨。所以立定透过变装表演，拿自我探索，拿向外表态。做这个东西已经有3年了吧。如果要简单来说的话，我们在表演阳刚这件事 ，masculinity。家人知道你在做这个表演？有，我今年疫情过后回了新加坡第1次，然后我3年没有回去了。然后回去的时候有被邀请去表演，所以我带了这个角色回去，然后我爸妈都在现场有看我演出。大胆邀请亲人来看伊表演，一直落来拢有相爱的妈妈伫背后支持。写了一个剧本，然后剧本里面是用了
我自己生活的很多点点滴滴的一些故事，然后我有邀请我妈来看，然后之后她就意识到这个故事其实是我跟她有一些就是互动，是母女互动都放进去。她对我朋友说，她说她是我女儿，反正她做什么我都可以。我就会支持他，我都爱他，我就好了，我出柜了。那时候听到我有哭，因为我那时候一直很挣扎，要不要请他来看戏。我觉得我很幸运，我真的很幸运。会当做家己，特别讲家己真好运，因为其实也有真侪跨性别者伫性别认同的这条路来滚家。跨性别者在台湾，我自己觉得生存还是真的蛮困难的，因为当他们的这个身体的形象已经逐渐的贴合他们心中所想的时候，但是他们的身份证却始终是那个没有办法更换过来的身份证。最严重的状况就会是他们在学校也没有办法融入，他们可能没有办法在学校毕业。那或者是说，他们如果到职场找工作，那么也非常有可能在第一关就被拒绝。认同的性别真歹互社会接受，跨性别者定定去互社会摆脱。比方说，一个跨性别女性，老板也许欣赏了她的能力，可是却不愿意让她上女厕，就会告诉她说：“那我们1楼有这个公用厕所，你可不可以去1楼上厕所？”但她的办公室在7楼。甚至我们有一个跨性别者告诉我说，他呢其实一进办公室之后就不敢喝水，然后中午不敢喝汤。因为对他来说，上厕所是一个极大的羞辱，因为这一个过程似乎就是所有人再展露一遍，你其实是一个跨性别。偏偏啊，想要和认同性别和法定性别同款，也都爱经过未少的挑战。想要更改身份证上的性别栏位，依照台湾现行的规定呢，其实过程是相当繁琐的，必须年满20岁，拥有2张医生开出的精神科诊断证明。另外呢，还要在合格的医疗院所来进行手术。不过这个手术的费用并不便宜，并且在术后得要长期服用荷尔蒙药物，因此是让很多的跨性别者却步。为什么你感觉到你是女生要用手术来证明？如果一直需要手术才能更换性别的话，那我就维持原本的法定性别吧。我没有想要动手术或什么的。当然，如果有第3个选择的话，我会希望可以选择它。当我们觉得跨性别者如果进入女性空间，就有可能对女性的这个安全造成危害。某一个程度，我想是这样，我们就把所有的跨性别者似乎都把它当作是罪犯。其实全世界要变更性别不需要手术的这些国家已经30多个了。香港的这个最高省级的法院已经认定，如果要变更性别，不应该有手术的这个要件。日本上个月也才刚刚最高裁判所做出了，如果要变更性别要求手术的这个要件是违宪的。婚姻平权，台湾无的卡是亚洲第1。也不过性别平权，所以也有真侪爱变的空间。在政策上面，完全都还看不到跨性别，甚至让他们很多人处在生活中的危机的时候，要让整个社会说要对跨性别者友善、自在，我想会需要非常多的努力。我们还是期望政府能够早一点开始动手哈。不论是改变内政部的函释，也许是最快的方式；那或者是说可以来修法，也许也是一个蛮好的方式。伫免手术完前有强势进前，变作消毒跨性别者的不安，有经验的因安尼讲，你要有现实感，你要知道我们这个社会就是因为这些性别教育不足，所以很多人是不理解你的。不理解这些性少数的，所以你有现实感之后，你就会知道说怎么用更聪明的方式去面对。我们这个 fight 已经开始了，所以大家就忍耐一点点吧，总有一天我们会到，就是我们希望的那个地方。伫性别多元到台湾受到重视的台湾，平权其实袂过遐尔遥远。当优先到台湾代替敌意，变做社会共识，期待有一天会
会当突破男女性别的限制，大家拢会当勇敢做家己。就是做到了，你愿意跨出的那一步，我觉得是非常勇敢的，所以希望他们可以继续的坚持他们的路程。可能其他人可以评论，但是你不需要就是 take it so serious。我知道这样是很困难对他来说，但是希望他可以就是遵于自己的决定，做自己没有什么不好的，就继续努力做自己就对了，这样不要放弃。非常多的朋友都还在努力，如果你觉得孤单，走出来吧，其实大家都在这里等你们，所以我们一起努力，